經濟下行咧，嗰個背責人情況咧喺大陸咧，你覺得嗰個會整體全民都係欠債嘅咧？唔會全晚咁，有啲人都冇，都窮到已經都冇飯食咯，點會有債欠啫？佢只不過係就算真係有錢嗰班人，佢啲債係可以一夜間我冇債啊，係佢唔會欠債，有錢人係唔會爭債，就算你話嗰個而家嗰個做咗老賴嗰個叫咩啊？嗰陣時佢咪好多商場嗰個叫咩？我唔記得咗咩名啦嗰個。黃建林係啊，有冇提過佢啊？有冇提過佢啊？冇提過佢到好似佢阿黃思聰有冇提過佢啊？冇提過咯喎，而家係老賴嚟㗎，黃建林。佢係唔係？佢有冇佢爭幾多錢咧？冇㗎，冇提過爭幾多錢啦。佢已經攞失信人㗎咯。但係而家咧，我冇即係冇話再去講，喂佢，我覺得大陸政府係唔會再去講話邊個冇錢有錢冇錢，等於香港一樣啫嘛。而家貧窮線佢話唔講貧窮啊，冇貧窮啊，嗰個勞福局長啊，阿孫玉菡啊，咁啊嗱，兩回事嚟嘅。佢就法院判咗咧，佢係失信人㗎啦，因為佢係之前咧，其實萬達咧佢就欠我冇記錯，佢第一筆係79億。咁但係咧，佢法院就冇好詳細講到明佢嗰個明確性嘅。咁你當然唔似許家印嗰個癲㗎啦，2萬幾3萬億㗎嘛。咁但係佢嗰個唔係。咁但係咧都唔少啊。但係佢就以失信人咯，就唔代表佢冇係即係唔執行嗰個制度咯。佢而家買機票買唔到啊。佢個仔黃思聰都俾人告啊，都係俾人告埋佢啊，因為話佢係牽連人啊，同埋話佢而家牽涉埋非法移動資金啊嘛。嗰個情況其實阿黃思聰可能而家今晚咧仲係杯上杯落，左擁右抱啊，鬼知咩？大陸嗰啲嘢係唔會，佢表面係，但係你係失信人。佢而家佢唔會好慘噶，佢個環境。唔係嗱，佢嘅階級或者佢揾落嘅錢，咁導致佢唔會好慘。咁呢個我認同。但係咧，其實即係我所指咧，嗰個失信人咧，佢唔會咁易收翻啊！我反而覺得而家大陸咧，佢對嗰啲富豪咧，包括黃建林啊、黃思聰啊嗰啲嘅嗰一紮階層咧，其實佢係追殺嗰隻噶。係佢就算唔講個 detail 俾你知，佢唔公布，但係唔代表咧佢會放過呢群人，因為我同你講啊，肯定呢個係邊個落嘅 order 咧，係阿習落嘅。呢樣我想問一問文進，喺內地失信人呢樣嘢咧，有冇撤銷機制？撤銷機制你全部還清晒咯，繳清晒咯。嗱，包括乜嘢還清？唔係講你爭嗰幾錢啊，包括你對政府嘅欠嘅罰款啊、稅啊，所有嘢，跟住咧去更新翻張名單咯。但係咧，我所講過啦，你一旦入個失信人名單咧，就算你去清翻更新翻咧，你都冇咗個 credit，即係你冇咗個信貸噶啦。其實你出嚟借唔到錢嘅都係。即係冇法。只要你衰過，佢就唔會再借俾你。就算你還翻，佢都唔借嘅。嗱，我講真嘅，大陸係病態嘅。佢唔似香港，香港就當你係一筆清噶嘛。其實大陸咧好離奇嘅。都係一樣噶啦，全部一樣噶。其實你發覺好離奇嘅就係咧，佢啲嘢交代得唔清楚之外咧，其實咧佢係存在住好多咧唔透明啊，唔成咧係連即係如果係好啊。人上人嚇，有借有還，我去還清條線。咁你諗住還清晒，咁咪可以恢復翻啲喺名單啊乜嘢一齊全部咩咧？你發覺都係唔得嘅。其實即係呢樣嘢好怪嘅。大陸咧嗰個制度咧，我越嚟越睇唔明我自己，我真係睇唔明。係咯，好唔 make sense 喎。唔 make sense。嗱，其實大陸唔 make sense 就係 make sense 嘅，就係 make sense。佢所有嘢唔 make sense 就係 make sense 咯。你唔可以用咧我哋判別咧以香港嘅思維或者國際嘅思維嚟到睇翻佢哋嘅事啊，即係好簡單，就一樣嘢，淨係個黃金嘅價錢我好唔明啊，大佬。
我真係唔明白㗎。尤其是而家，我唔知佢點解會錯到呢。有啲情況呢，點解錯到個金價係比國際定嘅金價仲低？你覺得啲人係即係真係會買咗你又唔預人哋拎走係嘛？即係你預咗啲人，就算買咗啲黃金，全部留晒喺中國，唔拎走，一拎走你過一粒過關呢，佢都係會話你有問題，又捉走你咁樣。50克啊，50克啊，50克你係自用嘅，50你多過50克你就要報啦。佢講㗎咋，我同你講啊，你唔好話金啊，我銀啊，銀50克佢都 hold 住。咪有單嘢啱啱喺機場剝咗啲金條嘅，佢即時過大陸，一過大陸一定要去水貝嗰度專收金，你即時收現金走噶啦。但係嗰批金喺印尼出噶喎。係啊，印尼出大陸批7條啊嘛。佢過水貝咧走咧，佢就唔係收翻港幣同人民幣嘅，佢嗰啲收 U 仔嘅，收 USDT 嘅，收虛擬貨幣。金交收添咩？直情嗱，唔係，其實正常咧做金呢行咧規矩咧就係現金同埋交割嘅，即係例如你俾低金條我就俾現金嚟找你數。最多你話第二樣現金打翻落你戶口定點？如果你唔要嗰個 credit，你唔要嗰個銀行數，唔要過戶，我就俾虛擬貨幣你。嗱，我哋呢一行咧都有行規噶嘛，就唔會話咧即係正確嚟講，個交收方法係睇個客要乜嘢，我就俾乜嘢佢。俾現金你咪再要俾少啲咯，即係我俾少啲你咯。你現金我冇喎，再打可能打個幾次咁樣俾你咯。唔會啊，唔會啊，唔會嘅。如果賣金咧，收金咧，呢個好實㗎，唔同其他生意㗎。例如我話咗我同你計咗，你嚟交割之前，你同我講到明，我之後計現錢俾你嘅，咁我就會計現錢，我就唔會話再打折嘅。唔同你賭場贏咗錢，你要即出個碼糧，跟住我要打折，唔同㗎，唔同行有唔同行規啊。金呢行唔係咁㗎，最尾嘅交割咧，其實其實好死啊！按你個收個金價係嗰個重量，你睇到冇問題啦，冇滲其他古靈精怪嘢啊，係真係純金啊乜嘢啊？跟住咧，即時印尼出呢批金咧，如果要打稅咧，打12.5%，12.5%。唔係計印尼你邊度嘅，其實咧你所有唔係咁計嘅，做呢行唔係咁做嘅，你信我啦。你譬如你就算泰國啊咩都好咧，你嘅問題係乜嘢啊？你唔係嗰個出關口打稅啊，而係你中國咧，你同中國嘅銀監或者同中國嘅人民銀行去買翻去報嗰個嘅入金嗰個存量啊，跟住嗰度咧佢要打你人民幣增值數嘅。佢嗰個唔係你嗰個來源地嘅問題。你來源地出嚟嗰個稅咧，其實咧就計咗落你嗰一刻嘅金價入邊攤埋㗎啦。即係譬如我話知你非洲剛果又好，你係印尼又好，泰國金沙又好，乜都好，你一夾出嚟一落熔爐，不論你去荷里士間廠定係去土瓜灣定係邊度，一落熔爐嗰陣時，我就已經慳晒你嗰個出口嗰啲稅㗎啦。我一定係計晒落嗰個 cost 度啊，韓量一定咁計嘅。跟住咧，你出嚟倒翻住，我要去再入嗰個目的地。你如果譬如你話人民銀行或者乜嘢再 charge 我咧，嗰個就係我之後再計嗰個費用啦。即係你所講嘅12%，其實嗰個咧個 percentage 咧，你係咪佢有個額㗎？你如果你係同佢係講到明啦，你行晒正規啦，你報嗰額咧，其實以我所知就唔使12咁高，因為嗱，你如果抽12咧，其實你正常你賣黃金邊有可能有12% 嘅利潤啦，係冇可能噶嘛。咁所以咧，其實佢嗰個稅咧都會喺翻一個相對係即係合情況嘅比例，加上咧中國而家咧係想脫離咧美金嘅控制。所以咧，佢想使咧，而家美金咧控制成個美元咧個美金系統啊，咁變咗咧嗰個咧，佢一定係要做翻黃金嘅對沖噶。嗱，呢個係一個經濟學嘅問題。所以如果係假設我係中國當局啦，我就會同你講，你啲金流算你邊度嚟都好，我嘅目的我淨係想沖夠我個存金量。
因為銀你一定衝唔夠噶啦，因為銀咧就已經俾一間公司嗰間叫 Morgan Stanley 揸咗全世界70%嘅銀，冇辦法突破到嘅。正如你嗰個嘅 De Beers 咧，揸嘅鑽石係揸晒，係啊，係直到而家中國自己種鑽石先可以突破到。嗱呢個咧係鑽石嘅問題，但係而家係冇辦法你一煉嚿黃金出嚟啊嘛，所以 exactly 咧。金同銀咧都未有呢個問題出現，銀係一定追唔到噶啦，因為你係冇可能咧逆向收購翻 Morgan Stanley 嗰啲貨，佢唔會放俾你嘅，佢淨係放紙白銀啫，佢唔會放白銀俾你嘅，紙淨係放紙，即係佢攞佢啲白銀抵押，例如開槓桿嚟到去放翻個期權嘅指數俾你，咁但係你都唔係揸實體嘅白銀嘅，你換言之你係冇實體白銀咧落到你嘅白銀倉嘅，咁所以成件事咧。只可以係用黃金去增持黃金嚟到對沖美金嘅啫，呢樣嘢都係俄羅斯做緊嘅。文進，我又想問一樣嘢啦。嗰時咪有單新聞話，美有個講法啦，話美國嗰時歐洲傳喺美國啲黃金係唔夠噶嘛，即係實際上傳喺，即係佢傳咗唔知幾多喺度，但實際上係冇咁多存在喺度。嗰單新聞你係點睇咧？係真定假其實？講多少少呢個就唔關今日我哋講呢個題目好直接事，但係咧當時咧，因為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咁而咧美國咧就作為咧呢個叫做話係主要贏咗場仗嘅主導嘅國家，呢個係叫主導勝利，咁就唔係話戰勝國咧法國啊、英國啊。嗰啲都係戰勝國，咁但係中國都係戰勝國，但係問題咧，佢就叫主導勝利國，咁所以咧之後咧佢就改咗一樣嘢咧，其實呢一 part 我係唔應該擺啲節目過，應該獨立出嚟去講啊。嗱，咁係點咧？當時咁佢咧就美國咧行一樣嘢，佢就係要用美金咧嚟到去 boost， 結果咧為咗行咧改晒咧乜嘢地方去計價，美金計價乜嘢咧都係石油啊，乜嘢都係用晒美元計價咧，所以嗰陣時咧。美金最開頭咧就係對金本位嘅，最開頭咧就例如你發覺咧摩根大通咧佢出嘅嗰啲嘅叫做話摩根嘅銀元啦、摩根嘅金元啦，即係譬如即係美國嗰啲英洋金幣嗰啲咧，嗰啲係完全對美金嚟對沖啊！咁但係結果因為二次大戰之後呢件事咧，佢發覺咧根本係冇可能有呢個金嘅存量，而嗰陣時。譬如英國啊、法國啊，尤其法國啊，佢拉咗好多黃金咧，寄存喺美國嗰度噶。咁你寄存喺美國嗰度咧，嗰批黃金咧，當時衝翻出嚟，世界個經濟咧，根本就已經超出咗嗰個對沖範圍。所以我哋改個制度咧，就係改咗做信用機制，改咗係你信美國嘅強大，信美國而家賣出嚟個 future。所以咧，我壓落去 future 嗰度，我唔係壓落去咧嗰嚿實物黃金度啊。所以呢個亦都係美國咧，當時咧係好想咧脫離個金本位，因為咧你係冇咁多黃金啊嘛。而嗰陣時最大鑊係包括你歐洲，你法國係好邊度，你拖過嚟嘅黃金喺個倉入面，黃金係唔會生黃金仔啊。即係換言之，我擺10嚿黃金喺度，嗰個10嚿黃金100年後都係10嚿黃金嘅啫，佢唔會咧突然之間變咗啊，又多咗11嚿、12嚿，唔會噶，佢唔會生黃金仔啊。嗱，因為呢個特性咧，所以黃金咧。係地球上最保值嘅嘢，但係佢亦都係最唔會增值嘅嘢嚟嘅。第二個量太細啊！如果銀本位嘅時候咧，就可以行到點解？因為銀嘅數量係多黃金好多，但係問題嗰時世界咧就冇用咁多銀來做工業嘅。因為嗰陣時未有電線啊，未有嗰啲咩消毒啊、防毒啊，冇銀離子啊，冇呢啲東西啊，所以嗰陣時咧就銀咧就可以攞嚟做貿易銀元嚇。即係如果你以前見過咧。啲英國嘅女神嘅銀幣咧，其實以前係香港就叫貿易銀元啊嘛，1蚊啊嘛。其實嗰個咧後尾就升為做即係叫做話係計金幣啦，包括就係後尾就英國就變咗係蘇維林啦，即係有隻聖佐治圖龍啦，嗰隻金幣啦，你要做呢個主權金幣啦。嗱，所以咧成件事同今日呢個題遠少少嘅，因為呢一堆咧。係同你講翻銀本位、金本位，同埋點樣美國要扭去做信用本位，因為信用本位其實入面件事就係你係買咗落去個國家命運啊，即係我變相我就唔係買落去一件嘅實物抵押品啊，我已經唔係計個倉入面抵押咗幾多嚿黃金，我係抵押落去你美國嘅國運，我就賭你咧，美國一直係呢個世界超級大國，你美國一直咧呢啲嘅東西咧，包括石油啊。
包括乜嘢都係用美元嚟計價。嗱，因為經濟體系去講咯，因為嗰陣時咧，你要知道嗱，美金咧，如果你用黃金計價咧，美金就做唔到咧，係可以全世界咧係去到80%或者係80%以上嘅交易都係用美金計價。即係而家佢之所以點解做咁多咧，佢完全係攞一個嘅發行啊嘅 QE 嘅制度咧，佢凌駕咗咧一個美國嘅國家咧，就凌駕咗發行咗全世界級數嘅銀紙啊！係啊，即係呢樣嘢就係大家知道咧，其實成日所講嗰個 QE 制度咧，最大嘅漏洞啊！其實你成個問題，大家都係篤落你美國條數啊，但係你發覺其實呢個用家咧入面好多嘅 user 計價嘅用家，其實佢哋都唔係美國人，佢哋唔係住喺美國嘅。嗱，所以你呢件嘢你唔同啊！嗱，譬如我而家我係有幾多金幣擺喺我呢度，我幾多金幣擺喺你呢度，跟住大家以金幣嚟到去作嗰個嘅，即係換翻做 bank notes 嚟到去放翻做紙幣，係嘛？咁我都係直情有一個嘅等值喺度啊！咁最尾咪大家揭倉咯，開倉咯，係咪啊？你幾多嚿，我幾多嚿，大家數咯，幾多噸咯。但係問題當個制度咧一落咗去，當美國佢做超級大國，咁其他佢即係全部國家安理會睇佢頭嚇，即係半被逼啦，簽晒俾佢，就以佢國運嚟到去做全世界嘅貿易重心啊！呢個咪就係美國最大嘅問題咯。嗱，其實唔應該擺大局講嘅，呢啲即係應該獨立出嚟講啊。講一個禮拜應該要呢個題目應該係呢個比較深啊，呢個比較深，呢個比較深。因為我仲係想講咧，而家啲人民幣你唔俾佢跌咧，最後個結果咧，你自己內循環都係死嘅。即係我做時裝咧，即係我直接我衝擊我咧，你而家呢個價錢咧，人民幣咧係冇得做噶，即係做好辛苦啊，做嗰個價錢。嗱，因為第一根本而家大陸咧嗰個嘅內循環，所謂嘅消費咧係已經爆煲噶啦。嗱，我今日貼咗條數俾你，常規生活嘅欠款1億人欠2.2萬億。嗱，呢個千秋咧，呢個比例咧係爆噶啦。因為你呢個咧唔係講緊，唔係你後面啲不動產啊，唔係你買樓啊，唔係嗰啲嘅比例，你加埋嗰啲落去咧，就做生意貸款啊、買樓啊、買咗樓啊、地產房產嗰啲咧，壓落條數咧就變咗成大幾多？成大去到咧輕則80幾，重則90幾。咁其實你係嗰條數係天文數字嚟噶嘛？你成個中國係咪可以有翻個周期？例如你話嗱，例如啦，我一年當理論上係應該我打工嗰份錢，我唔買嘢，我唔做一啲過度嘅消費，起碼夠我食飯，夠我生活。但係中國呢個社會係唔得噶，完全係唔夠噶，所以又個個要點啊？就慣性咗咁樣去借錢。第二，你政府對嗰啲借錢嘅機構什麼即係微信啊什麼支付寶啲，你冇監管嘅，個個都借得，同一個人可以分開5-6個平台嚟借，所以你借錢係咁容易，你嗰條數咪只會係咁冧上去咯。結果佢亦都好多預咗借俾你嘅，佢預你還唔起嘅，因為你還得起嘅話，佢咪冇得食你息啊嘛。咁結果你啲人咧走歪咗，就係你每個月嗰份工，其實就僅夠你還息，或者你都仲係唔夠，仲要同人貼啲。但係當你一失業嘅時候咧，你仆街啦，你未計個本金，你息都還唔起。第二，一直係大家冇講過話咧，冇檢討過點解中國人工係低得咁犀利。冇人檢討過呢件事，並且係再進一步揸壓，就係經濟唔好啊，所以點啊，進一步減人工。係啊。所以你呢個就咪包括我講嗰個外賣仔事件啊，個外賣仔上去跟住話佢冇送到乜嘢咧，佢嗰幾廿蚊啊，嗰啲事情啊，點解會發生呢啲事啊？喂，係咪嗰個女人特別衰格啦？唔係啊，係有一群人都係咁做緊啊，淨係公司都已經一群人咁做啊，唔係單獨一個人嘅問題啊，即係一個人嗰啲講下佢 juicy 嘢嗰啲係純粹講佢個人 juicy 嘢噶咋，即係話佢什麼個閨蜜結婚又勸人哋個伴娘唔好落車啊，要俾多8000蚊，嗰啲係個人嗰啲即係叫隔離嗰啲
操手啫嚇，即係隔離花邊新聞啫，可以食即係濕便文咁啫，你唔可以當藥食噶嘛。而家講緊點解有咁嘅經濟架構咧？就係因為個經濟崩潰。如果經濟崩潰就唔係單純同你講啲人冇錢啊，啲人消費唔起啊，啲物價低，唔係咁片面啊，即係唔係嗰啲中學生即係嚇咩我的志願咁簡單啊，唔係咁樣做嘢法啦。我哋要去好宏觀咁講，宏觀你就睇翻個欠債就已經係其中一個咧。喺度爆煲問題啊！而個欠債嘅問題就係，就算你有心機去還，你想做上等人，有借有還上等人，你都還唔起，因為根本你嘅收入呢，你每日就算你淨係瞓3個鐘，其他打晒工，你每一個鐘嘅收入加埋你每一個月嘅收入，你都還唔起你嗰個本金嘅。你因為你累積咗落嚟嘅，你淨係還到個利息嘅啫。你最多係今個月原來我利息係2000，咁我今個月喺工廠打工3000蚊，我就攞到2000蚊還利息，剩低1000呢，再睇下點樣咁啊，揈走咗我啦。佢係咁樣咯，呢個係重點，因為同埋你大陸係借貸借到係常態啦嘛。嗱，你大陸係點呢？你買任何嘢都可以同你搞分期嘅。我而家譬如嗱，我買隻 Warhammer 公仔咁樣。話500蚊一隻好貴係嘛？得分10期，每期50。你呢個分期制度啊，你會係令人覺得係好似門檻好低就買到自己想要嘅嘢啊！嗱，我同你講，你當你話喂你玩公仔啦嚇，將幾百蚊嘅拆做幾十蚊一槍啦，係咪就係公仔咁啲？唔係，你嗰啲女仔啊，買件衫買條裙買對絲襪都要攞分期。冇錯。嗱，邊個分俾你咧？係京東分俾你，係京東分俾你。嗱，我講得最癲嘅，嗱，我唔係講笑啊！你買啲底衫底褲，你買絲襪都可以分期啊！你講得啱啊，文進，啱啊，乜都有分期，即係類似美國人嗰度消費模式，因為佢要收利息啊嘛。係啊。咁解啫嘛，佢咪內卷？呢個係民生內卷，其實遲啲會衍生到，其實根本而家唔係衍生啊，嚟緊噶啦，金融內卷啊，金融內卷你俾到息嘅，我多錢借俾你，肯俾息就得噶。嗱，我同你講啦，富途長橋老虎嗰單嘢，佢就係話到明俾你知，我要啲人啲錢留喺中國，唔可以流出香港，因為我驚你流出香港呢。你會拎去買 Elon Musk 股票啊，搞其他嘢啊，你會賺外國嘅錢，你要進一步脫離中國經濟啊，即係佢要你呢，其實你發覺好毒嗰啲藥，我唔想咁樣講，但係呢個係事實，佢要你係點啊？一路赤貧，一路貧窮落去，並且係唔俾你脫離呢個圈子，呢個漩渦，綁死全部人喺度咯。佢係將成個中國嘅人嘅經濟，基層人民嘅經濟，讀緊書嘅後生仔嘅經濟，所有人民嘅未來係捆綁喺佢哋嘅自私自利之下，呢個就係現實啦。係啊，係嘛？同意，好恐怖嘅真係。你講啲後生仔咁樣，就算你有心你有氣有力啊，你想去做肯去做啊，你都冇用噶，因為就算俾你搵到份工，你發覺你點努力呢？你都唔會揾到一份正當嘅收入噶冇啊！如果阿馬斯克喺大陸，佢嗰2兆3兆啊，你冇噶啦，你唔會有。唔係你唔係首富嚟噶啦，馬斯克。阿小達，我同你講啦，阿馬斯克大陸咧，佢應該20歲俾人捉去坐監噶啦。反駁係啊，佢唔會有機會俾佢出嚟有創意啊嘛，整個係啊，冇可能噶。同埋第二咧，以大陸嘅網絡環境咧，佢乜嘢網絡生意都做唔撚到噶。咪咯，係嘛？因為點解一開頭咧，佢最緊要你學識寫程式之前，你一定要學識翻牆。你又做唔到噶啦。第三咧，其實每一個咧，不論奧巴馬、特朗普都同你講過。佢哋細個都話懟個草啊，食個綠色葉子啊，即係大麻。中國唔得噶嘛，喐下都唔得噶啦。你特朗普，你睇下個後生嗰啲生活，懟草，走去收租、收貴利，其實只不過係一個家境唔錯嘅古惑仔啊嘛。唔同意，係咪啊？你見佢做嗰啲嘢，其實正如咪就係嗰種性格咯。點解而家對住高市早苗，點解咁樣輕薄人？即係好似今日咁，你走去拖住馬克龍個老婆十指緊扣做乜鳩啫？